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買咗一啲自己好中意嘅飾物，最後因為戴咗太耐而變黑晒呢？如果遇到咁嘅情況，原來我哋可以好簡單喺屋企都解決到，就一齊睇下點做啦。我哋需要一張錫紙、鹽同埋熱水。首先將錫紙放喺一個碗嘅底部，加入鹽同埋熱水，然後將我哋嘅飾物放入熱水裏邊浸泡，可以同時攪拌約10至20秒，就可以見到原本發黑嘅飾物變返閃靈靈啦。背後嘅原理都好簡單，同我哋中四學氧化還原反應嗰一課有關嘅。我以變黑咗嘅銀，其實主要含有硫化銀。我哋俗稱嘅錫紙咧，其實係鋁箔紙嚟嘅。由於鋁比銀係一個更強嘅還原劑，所以咧鋁會優先失去電子氧化變成鋁嘅離子。而另一邊廂，因為鋁作為還原劑，能夠幫手還原翻銀離子。所以銀離子咧就會得到翻電子還原變翻做銀，我哋就會得到翻一件閃靈靈嘅飾物啦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日常生活入邊牽涉咗啲咩化學嘅原理，咁記得要 follow 我哋留意更加多啦。